今年入秋了，头一阵冷气团来到位啊，真侪所在拢发布低温特报，这天气是大过冷。气象署表示，空气表的以北宜兰地区到拜六早起进前呢，可能会来到10度左右。加上拜六过后受到这辐射冷却的影响，各地头有关是12度到14度。提醒咱的观众朋友，这几天啊就爱穿好少。伫雪霸国家公园内底的雪山主峰到大霸尖山这搭已经隔一顶霜，受到入秋头一波大陆冷气团甲辐射冷却的影响，但是上低温伫苗栗的大河乡是8.4度。气象署表示，拜五到拜六透早是上寒的，苗栗以北的平地甲宜兰地区可能会有10度左右的低温。苗栗以北跟东北部在今晚到明天清晨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10度以下的低温，甚至部分地区也有机会来到8度左右。那目前气象署也针对在今晚到明天清晨，在苗栗以北跟宜兰地区有发布低温特报，请多加留意这个低温的状况。那其他地区的温度大致上在12到14度。气象署表示，这波冷气团会影响到拜六早起，所在来各地头空旷的所在受辐射冷却的影响，中部以北可能也会出现13到14度的低温。所以在周日跟周一的清晨的话，低温的部分的话，在中部以北大概还是有机会出现部分13、14度的一个低温，那其他地区大概在15、16度左右。气象署特别提醒，这波冷气团属于大冷，所以全台拢是侪云好天，早暗温差真大，提醒民众爱穿好少。另外，后礼拜一过头开始，东北季风会较强，北部这方面的雨水会渐渐增加，北部东半部到时阵可能会落雨。记者刘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。